Hello， 大家好，係我阿添啦。咁我面前呢兩包呢就係火箭隊的榮耀，就係 SB10最新嗰一彈嚟嘅。咁我手上得兩包、3包啦已經。咁而家事不宜遲，開咗第一包咩咯喎？有問卷嘅，右邊啦，超夢問卷。火箭隊多邊獸2星蘑菇。EX 嚟嘅，係啦，開，好大型 EX 第一張 EX， 咁呢個就係新嘅物品啦，就係火箭隊的預防機械人，開埋 Last Pet Magic 嚟，最後一包 Last Pet Magic 最後一包。問卷，OK， 火箭隊的果然翁啊 ，R 閃，火箭隊的果然翁 ，OK， OK， 底都係新卡嚟嘅，即係有頭像，火箭隊頭像。咁逐隻講下啦，咁呢個就係火箭隊的圓珠啊，咁佢有個火箭隊頭像喺度啊，啲人物，咁呢個猛撞啊30點啊，這個寶可夢它接受到10點傷害啊，即係對方呢隻打佢30，但係對方會扣10點，造成10點傷害。好，第二張呢個啊，火箭隊的天罩蟲啊，180 HP 啊，咁都係有個人啊，雷達超念力啊，2粒 N 啊，淨係可以打30啊，火爆手啦，唔係火箭隊嘅，火箭隊的臭臭泥，第一個招就係2粒 N， 1粒惡能量，2粒 N 啦，跟住棍心新臭臭泥，將對手的戰鬥寶可夢造成混亂啊！在下個對手的回合受到這個招式的寶可夢無法撤退啊！咁第一招都好用嘅，即係對手會混亂啦，咁下一個回合受到呢個招式嘅寶可夢無法撤退。如果第二招啦，就係3個 N 2個屬性 N 啦，跟住毒液危害啊！就係造成的對手的對戰寶可夢啊，處特殊狀態的數量乘100傷害。第二招都好用。好，先睇下啦。好，今次開咗2包火箭隊的榮耀呢，就係呢2張啦。呢個好大旗1張 EX， 跟住火箭隊的果然翁啊。咁我最想中就係火箭隊嘅超夢同埋 SAR 嘅火鳥。好，咁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先啦，記得訂閱我啊！我係阿添啊，咁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